Hello， 大家好，上條片咧就同大家講解咗免費版本嘅 Canva 喺圖片上面有啲咩功能，我哋係可以用到啦。而今條片咧就會同大家講解下 Canva Pro 又有啲乜嘢實用嘅功能係可以用到呢。咁首先第一個步驟啊就係要 upgrade 俾錢先啦。喺右上角呢度咧就可以直接見到試用 Pro 方案30日 ，click 落去之後咧就可以再撳開始免費試用。而佢咧就會分咗按年收費定係按月收費嘅。按年收費嘅話咧，大概就係80蚊港紙一個月啦。每個月俾錢嘅話咧，就會大概係120蚊港紙一個月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免費試用呢30日裏邊，盡量試用晒 Canva Pro 嘅所有功能。等我哋去到判斷翻到底 Canva 值唔值得我哋俾錢係去到用，定係其他嘅工具都可以取代到 Canva 嘅功能，我哋根本唔使俾錢俾 Canva 喺度賺呢。咁喺呢30日裏邊咧，就可以隨時取消啦，就好似其他工具訂閱嘅玩法咁樣嘅。之後我哋 click 下一步，入翻信用卡，又或者係 PayPal 之後咧，就可以撳獲得免費試用。咁輸入咗信用卡訂閱之後咧，就可以喺頭30日裏邊盡情咁樣試用 Canva Pro 嘅所有功能啦。咁我繼續延續上次嘅話題，都係繼續講圖片修改先啦。我哋一就可以喺左邊建立呢一度上傳。之後上傳檔案，去到揀翻一張我哋想修改嘅圖片，撳翻打開啦。之後呢度咧就我哋咧就可以撳編輯圖片，再 click 埋右上角呢度有個建立設計嘅。撳完落去之後啦，我哋就可以喺左邊呢度見到我哋上次用唔到嘅魔法工具室。魔法工具室呢度咧就有好幾個唔同嘅 function 啦。首先第一個最常用嘅咧就係背景移除工具。第二咧就係背景產生工具，跟住咧就係魔法橡皮擦、魔法找取文字、魔法編輯工具同埋魔法展開嘅。咁我咧就會抽幾個最常用嘅功能同埋最值得大家去到用嘅功能，去同大家詳細咁樣講解下，到底係要點樣去到使用。譬如啦，呢一個魔法移除工具就即係直接將所有嘅背景移走佢啦。我哋一 click 落去之後咧，就會等 Canva 佢去到操作。咁大概係等，你都見到其實係好快啫，大概係等3至5秒左右啦。佢會好清楚人物嘅主體係喺邊一度嘅。譬如衫所有嘅位置佢都係冇幫我 P 走到啦，跟住我成個人物啊、頭髮啊呢一啲佢都係會保留到，而唔會係當埋個背景咁樣一次過移除咗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再幫呢張相用背景產生器去到產生一個新嘅背景出嚟。如果冇乜 idea 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喺左下角呢度 click 個獲得靈感。咁佢就建議我可能新嘅場景係一個柔和晨光，透過附近窗戶咁樣灑進房內，照耀暖和調色嘅地板同埋柔和嘅米色牆面上。OK， 咁我就 click 產生。咁佢咧就會根據翻我依個圖像，跟住幫我再去到生成一個新嘅背景出嚟。佢咧就會一次過整咗4張相嘅，我哋咧就可以逐個去到對比下，同埋睇下揀翻我哋係想用邊一個嘅背景啦。OK， 咁我覺得第4個呢個效果其實係最好嘅，咁我就揀翻第4個呢個 keep 住佢，咁就 click 翻完成就 OK 噶啦。如果你覺得呢個唔 OK， 想整一個新嘅背景嘅話，都可以再去翻背景產生器，之後輸入翻你想要嘅場景、燈光、情緒，跟住咧佢就會幫你生成一個新嘅背景噶啦。之後第3個工具就叫做魔法橡皮擦，即係咩呢？就即係你可以呢度有嚿擦膠咁樣，就可以俾你移走一啲你唔想出現嘅背景，就即係譬如我唔想要呢隻手指公嘅，咁我咧就油咗佢啦，油咗佢，然之後佢呢度會有一個叫做自動偵測測試版嘅，我哋 click 咗落去之後啦，佢咧就會自動去到偵測翻到底你係想 P 嘅地方喺邊度，因為如果好似我啱啱咁樣查嘅話咧，後邊其他嘅呢啲地方咧，佢都會一次過 P 走埋嘅。但係如果開咗呢個自動偵測功能之後，佢就可以將你想 P 走嘅位置捉得更加精細。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啦，隻手指公係冇咗嘅，然之後佢咧都會自動去到想像翻到底呢個手指公遮住咗嘅背景係乜嘢嘅地方，然之後去到生成翻一個適合嘅背景出嚟嘅。咁譬如我係想攞翻隻手指公，之後咧撳翻 Ctrl Reset， 咁隻手指公咧就會彈翻出嚟㗎啦。然之後你就可以根據翻自己想要移除又或者係 P 走嘅地方去到 P 圖。當然冇人會係好似我啱啱咁樣 P 走咗隻手指公啦。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用另外一個實際啲嘅例子，就即係譬如影相嘅時候有其他人出現咗，就想 P 走其他人啦，一樣咧都可以去翻呢個魔法橡皮擦嘅功能嗰一度，之後咧直接將你想 P 走嘅地方揀好咗，之後撳清除，
等一等之後啦，就可以見到啦，嗰個人咧係清楚咗嘅。之後啦，個背景咧雖然係有少少唔一樣啦，但係唔仔細睇咧都未必會察覺得到嘅。就佢個背景一樣都係會變翻做一個大海嘅一個背景，咁就成幅圖咧就只會留翻一個小朋友喺度啦。而另外功能咧就叫做魔法找取啦，佢咧就會直接 detect 翻有啲乜嘢，呢張圖片上邊有啲乜嘢地方嘅，咁你就可以直接撳翻佢，然之後咧咁找取，咁找取呢一個功能同啱啱個魔法橡皮擦嘅有啲咩唔同呢？魔法橡皮擦嘅話呢，佢會直接將佢移走；而找取嘅話呢，佢咧就會變到係將主體同埋你個背景係分離咗嘅。我咧就可以移走呢個小朋友啦。譬如佢啱啱係企喺呢個地方嘅，我咧就可以移前咗，又或者係將佢擺咗喺其他地方嗰一度。呢個咧就係魔法找取同埋啱啱個橡皮擦嘅分別啦。而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功能咧，就叫做找取文字。顧名思義咧，就即係喺張圖上邊，如果有文字嘅話，就可以用呢個 function 嗰度捉啲文字出嚟，然之後去到 delete 又或者係修改嘅。咁呢張圖片咧就係一啲產品嘅主圖啦，我哋咧就可以見到喺呢張圖片上邊咧都有好多文字出現嘅。咁譬如我係想改咗左上角呢一 part 嘅文字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去找取文字個 function 嗰度，撳翻呢一格之後咧撳找取。咁等一等之後啦 Canva 咧就會將呢一 part 嘅文字特登咁樣掹咗出嚟，然之後我哋就可以根據我哋嘅需要，可能 delete 又或者係增加翻我哋想要嘅文字上去啦。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就會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嘅，佢係唔會識得自動咁樣沿用翻原有嘅字形嘅。咁所以譬如啦，我改完呢張圖之後，就會發現找取咗出嚟嘅文字嘅呢一 part 咧，同其他原本嘅文字咧係唔一樣嘅。咁所以一般嚟講，我會點樣去到解決呢個問題呢？我咧就係會直接將成張圖所有嘅文字全部找取晒出嚟。咁當然咧係唔好包括埋產品上邊嘅文字啦，因為如果產品上面嘅文字都找取埋，之後個字形唔同咗嘅話咧，咁個產品咧就會走晒樣㗎啦。我哋咧就 click 翻一啲圖片上邊需要修改嘅文字，之後一齊咁找取，咁咧就可以見到啦。其他嘅文字一樣都係已經係被 Canva 掹咗出嚟。之後啊，我哋譬如改完之後，我哋亦都係可以將所有嘅文字改翻做一致嘅字體、一致嘅字形。如果係要粗體嘅，咁就全部都係一齊整翻到粗體，咁就可以解決翻字形唔一致嘅問題啦。咁後邊咧就仲有魔法編輯工具同埋魔法展開嘅。咁呢兩個地方咧我就唔講啦。點解呢？因為我覺得佢魔法編輯嘅工具同埋魔法展開嘅話，佢嘅效果都真係幾一般下。譬如啦，呢個係叫做魔法編輯工具啦，就咁睇張相咧就可以大概估到佢其實咧係會將你手上邊又或者係指定部分嘅地方改咗佢。譬如依家左邊佢係一個白色嘅花，咁我哋咧就可以根據翻我哋編輯嘅內容，然之後咧譬如好似呢幅圖咁樣，我咧就叫佢將左邊嘅白色花變做右邊嘅玫瑰花，咁但係實際做出嚟嘅效果咧唔會好似佢示範出嚟咁好嘅。所以如果係咁樣逐 part 去到改嘅話咧，我覺得寧願用翻 ChatGPT 又或者係Gemini 佢哋去到改圖，個效果係會比 Canva 去到更加理想嘅。咁既然講到 ChatGPT 又或者係其他嘅 AI 啦，好似背景移除啊、背景產生器啊、其他嘅 AI 工具都一樣係可以做到啦。ChatGPT 一樣都可以幫我 P 到一張係純白色嘅底色圖，又或者係都係可以再根據翻嗰張底色圖去到創造出新嘅背景嘅工具嘅。咁但係 Canva 做到而 ChatGPT 又做唔到嘅地方呢，咁我會覺得就係魔法找取同埋魔法橡皮擦嘅。因為如果係直接用 ChatGPT 去到整圖嘅話呢， ChatGPT 佢嘅邏輯係會直接將成張圖重新去到生成出嚟。咁佢咧就好難可以做到根據翻原有嘅嗰張圖裏邊，淨係改好某一 part 掣。雖然佢亦都係聲稱有呢個 function 啦，但係實際上測試過之後，其實佢係做唔到嘅。佢每一次成個圖片生成嘅邏輯就係成張圖由頭由一個新嘅 prompt 咁去到生成出嚟。咁如果針對翻淨係想改少少部分嚟講嘅話咧， Canva 係會比 ChatGPT 又或者 Gemini 更加好用嘅。但係如果係圖片生成啊，又或者係改圖片嘅話，我就會覺得用翻 ChatGPT 係會更加好嘅。咁如果就咁睇翻改圖呢一 part 嘅話啦，可能就係 ChatGPT 同埋 Canva 都各有可取之處啦。不過其實 Canva 佢最強大嘅地方就係佢有好多嘅 template 喺度，無論係平面嘅 template 又好，又或者影片嘅 template 都好，呢啲就係 ChatGPT 又或者其他嘅 AI 工具佢哋提供唔到嘅。
咁而有關更加多 template 又或者係影片網站嘅設計，又或者係用 Canva 去做寫曲嘅話，呢啲嘅內容我哋就留翻下集再同大家講解。今集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嘅話，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拜拜。